集介紹一下我哋喺 Newcastle 都幾經常去嘅一間餐廳，叫做 After Nine 酒後。有陣時嗰日我哋太多嘢做到好夜先至食飯，又唔想喺屋企煮，我哋第一時間就會諗到呢一間餐廳，因為佢開得好夜，直至到凌晨2點鐘。呢一間餐廳係 Newcastle 嘅 Chinatown 最尾端嘅最後一間，佢嘅門面其實都有啲黑沉沉，所以每次經過嘅時候呢，都唔係好想走入去。有一次心血來潮，就想走上去睇下係點樣，上到去嘅感覺同自己想象之中差好遠，因為最初覺得佢係似一間酒吧嘅形式，會係好嘈同埋好雜，但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地方，同埋都唔算嘈。講下些少呢一間餐廳嘅前身，其實係一間中式酒樓，喺 Newcastle 已經有好多年，以前係非常之熱鬧嘅。一到假期就要排好耐隊先至等到位，一到農曆新年就更加旺。我哋第一次上到去，見到佢個 menu 其實都有好多選擇，而最主要係串燒，係一啲燒烤類嘅食物。之後我哋再去多次，佢有多啲選擇，例如有好多小菜同埋有湯麵之類。另外飲嘢方面，其實佢而家都多咗好多飲品，主要係有啤酒同埋 cocktail 有好多嘅選擇，好啱開 party 嘅朋友去。最初嘅時候，佢哋連普通檸檬茶都冇，只係得啲樽裝嘅蘆薈飲品。當我哋第二次去嘅時候，佢已經多咗好多選擇，起碼無酒精嘅飲品都多咗。介紹一下串燒，我哋叫咗肥腸、魷魚、雞肉串、腸仔、雞胸架，呢啲都係比較香口嘅食物，但其實真係好視乎個人嘅喜好，因為我發覺佢哋多數都係用同一種香料嚟做，所以你一度食落去，你就會發覺好似每一樣食物都係差唔多味道，只不過係口感上有些少唔同。不過整體嚟講，我都覺得幾好食，配酒一流。講下啲小食，睇到佢嘅 menu 有一個餸叫做變態辣雞翼，我真係唔係好敢試，應該就真係好辣啦。另外有呢個皮蛋，其實佢有啲麻辣，都幾好食。仲有啲蔬菜可以選擇。小菜方面，仲有類似炆豬肉啊、東坡肉、炒豬肉，見到都流口水，佢哋全部都好惹味。如果唔想食得太濃，其實可以食下呢個清湯牛腩拉麵。根據佢哋嘅 Facebook 網頁，係有卡拉 OK 唱，但係我冇機會入去睇下係點樣。每次我哋去食嘢，曾經都見過一大班人走去其中一個位置，相信就係卡拉 OK 房。整體嚟講，呢一間餐廳嘅環境、衛生、氣氛、服務、食物，我哋都好滿意。基本上我哋每次諗唔到食乜嘢，第一時間都會去呢一間餐廳。希望大家都有機會過嚟試下。呢一集講到咁多，下一條片再見。